做旅遊業做開13年，跟住因為疫情嘅關係就受到影響。咁嗰時候就感受到，誒原來呢個疫情係影響咁大嘅，尤其是係旅遊業。咁嗰個時候就喺度諗啦，有咩嘢係可以就算有疫情都可以進行嘅。咁我諗到食咯，因為就算疫情都係需要食嘅，所以就開始去諗飲食業咯。所以我個屋企家族係做麵嘅，所以依家我檔口用緊個麵都係自家麵嚟嘅，咁係特別做提供俾我呢度嘅。所以就同出邊嘅唔一樣咯。例如我呢度嘅幼麵啊，同埋全蛋伊麵，因為出邊嘅伊麵咧可能唔係全蛋嘅，所以我哋係做全蛋嘅咯。仲有一個滑皮，滑皮都係市面上比較少嘅，佢唔似搣，因為我係冇做搣嘅，但係以滑皮代替咯。所以即係一啲比較大年紀嘅，中意食滑啲㗎，腍啲㗎，所以係滑皮咯。我嘅見過細麵咧係以板麵為主，咁當然有乾撈、乾辣、清湯啦，少不了嘅。跟住亦都係有我哋嘅番茄番茄麵啦，頂當陰啦，跟住之後慢慢加入其他嘅口味咯，例如麻辣啊，同埋比較特別啲嘅係呢個泰式打撈豬麵。咁之後亦都有呢個節醋咯，節醋係好似撈麵咁。都有醋嘅，酸酸地比較開胃。咁我哋嘅番茄咧都係以用翻粵式番茄麵，因為係有放魚香嘅，即係九層塔。所以如果可以接受九層塔嘅朋友咧，就好中意食呢個味道。